要吃素啦，要吃素，素食环保救地球。素食环保救地球，吃素不跟众生、不跟动物一下，以家禽家畜结恶缘，不跟众生结恶缘。吃素啦，身体健康，情绪比较稳定啦，血液循环，水管比较清，比较不会硬化。血管比较健康。整洁为强身之本嘛，所以应该要吃素嘛，血液比较清，血管比较清，比较健康。你说整洁为强身之本，要吃素啊。少吃那不吃啊，不要再吃动物肉啊、鱼肉等等。就是啊，不要跟众生结恶缘。吃素了啦，要吃素了，不要再吃荤了啦。有的连葱酒蒜蟹蛆都不吃身体才会更好，情绪才会比较稳定，比较不会得病。癌症就是跟情绪不好有关系情绪就是引发的关键了。